脚画圈右脚踢，左手比六右手七。小伙一天都嘚儿乐呵，净猫被我玩手机。跟大哥混指定没毛病，不管37、21，让我摇头晃脑蹦一天，长大以后开大57。我妈跟我说，打小要喝牛奶，加上晒阳光才能长高个。我大哥初2篮球球队长，当时我踢中锋，给腿踢折了。对呀，我真纳闷了，怎么干啥都比他差事儿呢？前2天初一有个小子找我要挑炮，怎么事？就你要扎刺儿啊？大哥啊，你快别揍了，一会儿教导主任来了就和咱俩受的。不行，不用中午老弟请你吃麻辣烫。哎呀，行了，赶紧松手吧。大哥，放学干点啥呢？上网还是去打麻将？我兜里还剩6块钱。大哥，你咋不说话呢？不行，我带你震刀吧。大哥，啥是震刀？是剑招？开刀吗？我玩宁红叶，你玩沙男啊？行，点位点。大哥，威哥哪儿呢？来，左脚画圈，右脚踢，左手比六，右手七。对，小伙一天都嘚儿乐呵，净猫被我玩手机。我的妈！跟大哥混指定没毛病，不管37、21，必须的，让我摇头晃脑蹦一天，长大以后开大57。来，左脚画圈，右脚踢，左手比六，右手七。对，小伙一天都嘚儿乐呵，净猫被我玩手机。我的妈！跟大哥混指定没毛病，不管37、21，必须让我摇头晃脑蹦一天，长大以后开大57，就是开心。老弟，你看看咱们这群姑娘多一般，这群老书呆子，你让哥情何以堪？这么多小姑娘，咋没一个我喜欢的？为什么长得好看的全都在隔壁班？人班有萝莉3个，一问都还单着。哥打算一下课赶紧跑去他那撺掇。聊戏的模糊准备下山了，结果他表哥带人堵我，还拿大扳手。这群人干仗要比我更阴点，爱揍就爱揍吧，都怪我没有心眼儿。反正我鼻梁骨要比一般人硬点。哎呀妈呀，打碎了，哥我求你轻点。我都快不行了，小弟身影财富线，估计是又去黑网吧打永劫无间。他把我扶起来问我上到啥地方，我说老弟这场战役算是2败齐伤。我的妈，哥让人揍这样，人呢？人搁哪儿呢？不是你人呢？你咋不上呢？不是，那我不害怕。来，左脚画圈，右脚踢，左手比六，右手七。对，小伙一天都嘚儿乐呵，净猫被我玩手机。我的妈！跟大哥混指定没毛病，不过37、21，必须让我摇头晃脑蹦一天，长大以后开大57。来，左脚画圈，右脚踢，左手比六，右手七。对，小伙一天都嘚儿乐呵，净猫被我玩手机。我的妈！跟大哥混指定没毛病，不过37、21，必须让我摇头晃脑蹦一天，长大以后开大57，就是开心。